穌升天，神蹟得彰顯。晨曦初展，文類經接，耶穌不得見。正係西門彼得，聽了講來霧裏面，墓門石關開了，為乜要把屍搬遷？又話天使戒悲宣，主勝過死亡入聖殿，聖樓下果屍布，遺留萬世傳。及後將要升天，去坐永生神右邊，見父慈會多那，任佢把胸骨穿。又坐足如彼得，撒網於船右邊，暴雨後早餐去，分與將身獻。原來神已將終年救恩已成全，佢願流血拯救罪人，耶穌身奉獻。是誰為我解劫難？有諸多溫暖，信心不變。只有他大能大愛劍，這世人蒙神慈愛得吻連，愛他永不變。紀念神愛不再沉淪，何須修復冤？復活應紀念，諸多恩典，主不虧欠。添信心，何受罪擔肩？心經虔，齊來崇拜當前，聖工要加添。永活神已派至聖言，蒙神恩典。